你跳咗落去可以解決到問題咩？對上一次，我攞唔到3次默書連續100分，我足足跪咗去廁所3個鐘啊！我唔知今次會係啲咩？你唔知我爸爸媽媽係啲咩人？你唔會知㗎。如果你想死係因為其他嘢嘅話，我冇嘢好講。但如果你為咗學業問題而去自殺嘅話，我會恥笑你。你知唔知而家有個大學畢業生出嚟揾幾多錢啊？俾夠你13蚊你咧。我中五畢業出嚟洗碗啊，都揾多過你啦。到時啊，仲有10幾萬關窿有排你還啊！你可能會話洗碗冇前途，咁唔通讀書就有咩？連讀唔讀到書都冇前途，點解我哋要花啲時間嚟讀書，唔拎啲時間去玩啊？所以我哋見到啲好努力讀書嘅人，我哋唔應該同佢哋鬥勤力，我哋應該指住佢哋嘅頭嚟笑，因為佢哋浪費緊自己嘅生命啊！你黐線㗎，你自己唔讀就好啦，你憑咩叫人唔好讀啊？咁樣你覺唔覺得你自己好自私啊？咁你覺得讀書有前途咩？香港地讀唔讀到書都係冇前途，但係我哋始終會大個，會出嚟社會做嘢。咁你有咩高見啊？香港嘅有錢佬10個有9個都係靠炒賣發達，想發達就應該早啲學識投機炒賣。正所謂你唔揾競爭，競爭都要揾你。呢批 BS 卡係我喺出邊低價買入，再喺淘寶入埋呢堆仿真到 AA 加嘅假卡，再撈埋啲真卡混水摸魚，然後靠1至5年班嗰班僆仔幫喺學校散貨，高價賣出，我每個月至少可以賺200蚊，200蚊，再用呢200蚊嚟請個南亞人牌 iPhone。一買一賣，轉個手又賺到2000蚊啊！用呢個錢揾錢嘅概念，我估計我中學畢業之後已經夠俾首期啦。咁辛苦左計右計，先夠錢俾個首期。你有冇諗過，就算你夠錢俾首期，供完層樓，你都50歲啦，你做人仲有咩意義啊？我個人呢就比較實際嘅，現階段我會扮住乖仔先，同時提升爹哋媽咪嘅避隱意識。吓？你唔明啊？如果你多咗細佬妹，換個1份啊都要分2份啦。咁食呢？零用錢呢？不過最重要嘅係，第時少個人同你分家產。分家產要等幾多年㗎？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發表報告，將香腸、火腿、煙肉列為1級致癌物，長期食用罹患大腸癌嘅風險會增加18%。牛油經過高溫加熱，會產生環狀芳香族碳氫化合物，從而加強突變物質嘅致癌作用，引起肺癌。最近世衛亦都指出，經常飲用65度至70度嘅熱飲，患食道癌嘅風險會比較高。一個人嘅壽命其實同飲食習慣好有關，習慣唔好就好快死㗎啦。裏面寫咗一啲關於慢性死亡嘅資料，你哋慢慢參考下啦。爸爸媽媽唔喺度，我就唔使學曲棍球、芭蕾舞、西班牙文同埋非洲鼓。你哋知唔知道非洲鼓係乜嘢啊？唔知唔緊要，正常嘅。唔好話你哋啊，有好多非洲嘅小朋友都未見過啊，有好多人死咗都唔知非洲鼓係乜嘢啊。點解要學埋啲咁冇用嘅嘢啊 ？Michael， 你放咗學啊？做乜唔喺大堂等我哋啊？等我同爸爸周圍咁揾你啊！係
喎，唔教聽你哋啊！記得啊，叫佢哋買多份人壽保險啊，賠好多噶。對唔住啊，媽咪，頭先同啲同學仔傾功課傾耐咗啊。傻豬，下次唔好啦，你肚唔肚餓啊？我啦，我想食 all day breakfast 啊。又 all day breakfast，你呢個禮拜食咗5日咯喎。係啊，嗰啲啲香腸同埋煙肉好味啊嘛。咁好啦，見你今次默書連續3次100分，獎勵下你啦。好嘢！